新闻要来讲社会事，联邦银行的行员涉嫌甲诈骗集团交结，拜日是互人所诉，有7个行员涉嫌做诈骗集团的内应，转移这款项，较无1个月就经手5000万块。刑事局更加发现讲，这个银行的经理替这个诈骗集团的龙头，这个开通公司行号的口座一笔抽1%。过来，警方嘛发现讲，有物流公司利用代收代付的服务，用复杂的交易记录。暗号地下汇兑金流1年就移转5亿块。地下汇兑上主要的所在，去互警方掌到1000万块的现金被查扣。生钱集团的首脑将不法的利益摕去买名牌的手表啊，产出 Richard Miller， 全球敢若限150粒，总价是600多万。伫咧网络顶的介绍已经互查到破2000万，而且这个介绍也搁咧继续增加。集团成功效率，佮规定客户要按照范本来提供资料。要到1档经手的金额就达到5亿。透过物流公司这种代收代付多笔且复杂的交易记录这种特性来掩护它的地下通汇的金流。刑事局用大数据分析，诈骗集团陆续设过6间转向公司的行号，存款甲提款的交易记录冇各样，发现竟然有银行的干部甲行员涉案。特定的银行密集的提领大量现金。且分行现金库存不足时，亦能巧妙地避开风控，顺利地在该银行的其他分行提领。银行经理利用这款替嫌犯疏通诈骗人头公司的户头，不法钱财金额达到5000万，每经手一条钱，就会当伪中得到1/1的利益。银行经理上少就摕50万块。加拿联邦银行就有7个员工涉案，清查了后，被害人有65个人，上大一条大概是几百万。警方会继续来追查，敢有其他的银行涉案。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